的性，对于心性，对于这种理事的关系，你都搞清楚、搞明白了，你才能够真正了解宇宙人生的道理。那你去圆满当就是圣人，你还达到90分而已，你就是贤人。你只有达到60分、70分，那是君子。那你不及格就不能够算是一个立足点，你没有立足啊。你如果还在60分以下没有立足，你还要继续努力。所以孔子在《论语》他讲的这句话：“夫仁者，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达而达人，能尽取利，可谓人之方也已。”所以孔子他讲的，其实就是推己及人，也就是说。